大家好，歡迎觀看名為愛養生。今日同大家分享係雨水節氣養生嘅分享。春雨潤萬物，健脾去濕正當時。香港天寶堂心源精片陪伴你脾胃強健迎春來。雨水係24節氣入邊嘅第二個節氣，大概係喺2月嘅18號至19號至3月4號至5號，太陽黃經達330度。呢個時間氣溫回升，冰雪融化，降水增加，大地蘇醒，萬物欣欣向榮。雨水養生核心係根據傳統中醫經典嘅提醒，中醫認為雨水節氣濕氣漸重，最易困脾，為後天之本，肝氣升發易克脾土，因此重點健脾去濕，疏肝理氣，養護陽氣。飲食原則方面，應該散酸增甘，以養脾氣。呢個係根據唐代孫思邈千金方裏邊嘅記載嘅。我哋應該多食甘味健脾去濕嘅食物，例如山藥、紅棗、薏米、茨實、蓮子、小米、南瓜、春筍、豆芽呢啲食物。同時，我哋應該少食酸味、生冷、油膩、辛辣、糯米、酒呢啲容易傷肝傷害脾陽嘅阻濕嘅食物。我哋會推薦有一款叫做遇水粥嘅粥，係山藥紅棗粥。山藥有健脾益氣嘅功效，紅棗有補中養血嘅功效，薏米、赤小豆粥都可以考慮，有利濕健脾嘅功效，建議早晚溫熱食用。起居調養方面，應該可以晚睡早起，大概10點到就會瞓喺張床度，嘗試入睡。朝頭早都要早起身，順應陽氣嘅生發。衣着方面，我哋都要留意，下身我哋都要着厚啲，上身就可以着薄啲啦。重點係保護我哋腰腹、腳踝、頭部，盡量減少過早去着啲薄嘅衣物。室內就要保持乾爽通風，我哋可以選擇散步、太極拳、八段錦呢啲溫和嘅運動，離地出汗就可以啦。我哋同時要保持心情舒暢，滋傷脾，怒傷肝，所以我哋應該多啲同親朋戚友交流多啲，避免抑鬱。喺中醫嘅養生小妙招，可以建議大家艾灸我哋嘅胃經嘅穴位，叫做足三里，即係膝蓋側邊嘅兩嚿骨嗰個位置啦，底下3寸，即係你嘅4隻手指就係你嘅同3寸啦，有一個穴位叫做足三里嘅。我哋有另外一個穴就叫中脘穴，就係喺個肚臍對上4寸就會係一個中脘穴啦，咁樣就係有健脾去濕嘅功效。另外有一個穴位可以疏肝理氣嘅，就係大拇指同二指中間呢度有一個叉叉位向上推，就一個叫太沖穴，我哋可以按揉佢，可以有疏肝理氣嘅功效。瞓覺之前我哋可以用溫水浸腳，加埋艾葉啦、生薑，就為效果會更加好噶啦。雨水養生推薦，我會推薦香港天寶堂嘅心源精片，係一個結合現代同埋中式嘅補品，佢完美結合咗雨水健脾補氣、養陰去濕嘅傳統嘅需求。佢個主要成分係益生元、人參提取物同黃精提取物嘅。佢採取咗高破壁嘅超臨界 CO2 萃取專利工藝，香港天寶堂官方嘅出品。佢用朝鮮野生人參相關嘅高端嘅技術，心源精佢就結合傳統同現代嘅技術，迎合咗我哋講嘅《神農本草經》入邊記載，人參補五臟、安精神、除邪氣、延命目、開心積志、有福輕身延年。黃精有補氣養陰、健脾潤肺、益腎填精嘅效果。心源精片佢1克嘅心源精片嘅提取物等於5克嘅實體嘅人參，一粒嘅濃縮嘅精華就係冇任何苦味，易吸收又同埋方便服用嘅。春季調配方面人參有補氣同補脾嘅功效，黃精有養陰健脾嘅功效。傳統上係非常之適合春季濕重氣虛，可以溫和調養嘅。如果我哋少量久服就會有一個非常之好嘅效果，但係當然避免過度去服用啦。呢個係針對我哋有啲商務嘅客人，例如有啲上班族啲免疫力低下，同埋啲中老年人嘅養生嘅妙品嚟嘅。禮盒嘅升級啦，佢呢個包裝就送禮自用都好有體面嘅。我哋建議喺上晝9點至11點啦，子時嘅時候，經最旺嘅時候，搭配山藥紅棗粥服用，效果就會更加好啦。另外，使用呢個心源精片都要有啲留意事項嘅，因為我哋會針對一啲人群係比較唔係幾適合用人參同黃精嘅，例如兒童，我哋就唔建議隨便服用嘅，因為
兒童係比較燥熱啦，所以咧我哋就會需要啲中醫嘅醫生去辨證，先可以適量服用嘅。咁建議啦，好多時就要用啲溫和啲嘅西洋參啊，或者啲參蘇啦，用量咧就應該係成人嘅1/3至1/2嘅，都係建議使用嘅時候咧，要嚴格遵守醫生嘅建議。如果過度去服用咧，好易導致兒童嘅性早熟嘅。婦女方面咧，孕婦啦、哺乳期嘅婦女啦，可能咧就會影響到血壓同埋胎兒噶咯，所以大家都要留意啦。有啲係有自身免疫力嘅問題，發燒啊、急性肝炎、癌症同埋手術前後，或者有啲凝血有異常嘅人士咧，都應該慎用同禁用。脾胃太虛寒啊、腹瀉啊、便溏啊、鹹濕重嘅，我哋如果用黃精去滋理咧，即係去滋補啦，就好易會加重濕滯，所以都唔適合。感冒期間啦，尤其是風寒，我哋應該會暫停服用呢個人參嘅。飲食禁忌方面，根據18反等等嘅經典啦，其實人參咧就唔可以同藜蘆啦、蘿蔔啦同綠豆同時服用嘅，就會削減咗同埋抵消咗補氣嘅功能。另外，我哋同時要避免同茶葉啦、啲濃茶冷飲一齊飲，會影響吸收嘅。同埋一定唔好同啲寒涼嘅苦寒嘅藥一齊，例如大黃啊、黃連啊、黃芩同時服用嘅。應該同時少食一啲生冷啦、油膩啦、高糖高脂嘅食物。另外，如果過量同埋長期服用，就可能導致失眠啦、心悸啦、頭痛啦、血壓升高、腹瀉嘅問題。呢啲就係針對一啲濫用人參過度滋補嘅人，所以大家要多多留意啦。黃精如果長期過度服用咧，都好易導致腹脹、消化不良。我哋有個小貼士俾大家，就係人參係性溫嘅，所以建議係應該早上服用，避免喺晚上導致失眠。同埋使用之前咧，必須諮詢中醫師嘅意見，尤其慢性病啊或者兒童。以上內容係基於傳統中醫文獻同埋一啲公開養生嘅資料，僅供參考，並非醫療建議。有關疾病相關問題，請諮詢專業醫師。我哋應該喺雨水做一個小行動，就係朝頭早開始啦。我哋應該食一份山藥紅棗粥，加一粒金元晶片。另外，我哋應該下身薄啲嘅做得好啲，上身應該做翻薄啲啦。另外，我哋可以做翻啲溫和嘅運動，同保持一個良好嘅心情，俾我哋脾胃可以強壯起嚟，元氣滿滿咁迎接整個冬天。香港天寶堂新元晶片如數節氣送俾我哋自己同埋我哋關心嘅人，歡迎大家選購。如果有啲咩需要諮詢啊，或者想購買咧，係歡迎私聊嘅。我而家咧就新元晶片咧而家做緊買1送1嘅優惠，佢而家咧就720蚊一盒港幣。咁如果買1送1咧就係等於半價啦，大家好好爭取呢個優惠啦。